高膽固醇、高血壓、高血糖呢個三高問題，以前香港人平均50歲先開始有。等等，你以為你瘦三高就唔關你事？不如一齊傾下破解三高迷思。唔一定㗎，糖尿病嘅成因係胰島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島素抗阻引起，主要因素仲有遺傳、肥胖或缺乏運動有關，同食甜食係冇必然嘅聯繫㗎。為咗保持血糖穩定，大家都唔好一次過吸收太多糖分啦。如果我有高血壓，乜唔係降到越低越好咩？因為血壓過低，有機會導致唔夠血到腦，輕則容易踎低起身見頭暈，重則增加腦缺血嘅風險。一般嚟講，高血壓患者舒張壓若降到60至70，會存在一定風險。即係話持續同平穩嘅降壓先係正確降壓嘅原則。雖然超重或肥胖會增加高膽固醇嘅風險，但其實任何體型嘅人都可能有高膽固醇㗎。所以無論體重、運動同飲食習慣係點，都應該定期檢查膽固醇水平啊。冇錯，高膽固醇通常冇任何嘅症狀，當心臟病發作或者中風嘅時候，可能已經太遲啦。頭先講嘅情況好多時候都因人而異，如果你有疑問，記得揾專業嘅營養師問下啦。而家下載屈臣氏手機 App， 會員仲可以網上預約免費20項健康評估添。快啲嚟做檢查啦，了解下自己身體狀況啦。